繼續來關心，在國內外攏真關注的第10會，在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今仔日早起呢，是甲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佇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來見面，雙方預計佇關門會議了後，下晡就會開記者會對外來說明。主席準備好了嗎？隨時準備。國內外關注的第10會就安排在初十對11點開始進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現場甲黨魁甲一束空襲西米露，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會面。這屆會場是特別在接待元首外賓的當大廳，雙方握手講幾句話了後，分別發表談話。國共兩黨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的制度化，在堅持9·2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應該進一步的籌劃與建構具制度性與可持續性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兩岸同胞走親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會改變，這是歷史必然，我們對此充滿信心。鄭麗文自初七就出發去中國拜訪，行程排到滿滿。但陸委會崔高茂表示，國民黨主席是台灣政治力量真重要的一部分。針對這幾日，鄭麗文表現出國民黨要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性質，使人煩惱。鄭文家強調，鄭麗文應當向中國傳達台灣的主流民意。中共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第二，台灣的未來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第三，立刻停止共軍機艦擾台，這3點啊。那這3點到目前為止呢，我們並沒有看到鄭麗文主席去表達這樣的訴求。鄭麗文甲習近平兩人談話結束以後，雙方遂開始進行關門會議。第10會打算會講到9二共識、中華民族，也有兩岸和平等等的議題。結束以後，在下晡的時陣，國民黨也會閣開中外記者會，對外說明會談的內容。記者盧尚如、林曉凱台北報道。